报什么呀？神机营叶红影。孩儿来迟，万望义父恕罪。哎，来，快起来！你救驾有功，何罪之有啊？李飞暖9千岁受惊，卑职知罪。哼，全是一群酒囊饭袋。若被我儿红影及时赶到，这后果担得起吗？卑职护驾不周，请9千岁降罪。哼，这次就算了，但再有下次，本座要你剃头来见。是。起来吧。谢9千岁。红影啊，这位东厂指挥使厉公公是自家人。久闻神机营头号杀手叶红影叶千户，9千岁有此义子，必可高枕无忧啊！啊，飞暖，我儿红影生性孤傲，初次见面难免生分，日后熟了就好了啊，你可别放在心上啊。啊，卑职不敢。看看这些自以为是的反贼，简直太猖狂了！本座扪心自问，侍奉皇上，忠心耿耿报效朝廷，劳心劳力。本座今日代皇上祭天，是为天下百姓、黎民苍生祈福。他们居然还想置本座于死地，这简直是蔑视王法，唯恐天下不乱。请义父放心，孩儿绝对不会让这些乱臣贼子为祸天下。好，不过杀几个恶贼容易，但这不过是表面文章。你可知道这危害天下的祸根在哪儿吗？请义父教诲。东林书院。给我仔细守好，不许放走一个叛党！哎呦我的！小少爷，差不多了，咱们下去吧。啊，
马上飞，反正你上来了就别下去了。早跳晚跳都是跳，你想开点，别耽误时间，跳吧。少爷，你别让我跳了，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以后你半夜撒尿谁叫你，我还得照顾啊。哎呀，东林书院里那么多人呢，伺候我的人多的是。万一你有什么事，有好多人能伺候我呢。啊，快跳！不是，这太高了，这是。预备。是我是主人还是你是主人啊？你是，当然你是，你永远是我的主人。可是这跟这没关系。那你就得听我的，我要你像只鸟一样勇敢地飞出去。小鸟？你小少爷见过这么大的小鸟吗？再说也没这么肥的呀。我给你2条路，一条是死路。那我不要，我要另一条路。另一条是绝路。什么情况？还好。为什么受伤的是我呀？不好了，顾先生，锦衣被杀进来了。顾先生，怎么办呢？真的出事了！一定是魏书贤派人来，想把我们赶尽杀绝。诸位属下，你们保护顾先生先走，我去引开他。退下。是。还不走？前关。小五，小五，小五，你要赶紧离开呀！不行，东林书院上百口人，我岂能不管？可是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啊！可是，顾大人，你别忘了，要是你的官印落在奸人手里，那名单上的忠义之士必死无疑啊！就连袁崇焕将军也难逃牢狱之灾呀！小五，顾大人，为了大局着想，走啊，走啊，快走！走啊！我念你是朝廷命臣，有功在身，不杀你，留给你一次接受律法制裁的机会。狗贼，就是做鬼，也不会放过你！拿下！
去。爷爷，是我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爷爷，我好害怕呀。跟着一起。顾大学士，我念你是三朝老臣，不为难你。留下官印，我放你走。休想！乱臣走狗，老夫就是拼了命，也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哦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好，我成全你。去死吧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怎么了？爷爷，你没事吧？你干什么？你放手啊！放手！啊！就凭你，我要摘下你的面纱，看看你是何方神圣！狗贼，你残杀无数忠良，今天我要替天行道，要你的狗命！要！上！快走！我的钱！疼死我了！去看看那边有没有人！妈呀！关门！日月，你躺下来装死！我说你们换个别的地儿行不行？我已经在这儿装死了。啊！马上飞！马上飞！啊！老爷，小少爷，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？
马少飞，你快救救我爷爷吧！哎，老爷受伤了，伤得这么重啊！哎呀，老爷，我哪会救人呢？我到你这只学会了杀鸡、杀猪、杀牛，我不会救啊！你见死不救！小的不敢，老爷。马少飞，你一定要帮我一个忙，拿着观音，保护小少爷离开这里，去找平辽将军袁崇焕。你太高看我了，我就是一厨子，哪干到那事儿啊？我只会煎炒烹炸，你还得求别人吧，老爷。你干什么呀你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知道你没什么出息，找上你我千百个不放心。可是这东陵书院，死的死，抓的被抓，只有你了，我只好把人怨托付给你。老爷，你太会聊天了，哪有这么求人办事的呀？你要是不答应，我死不瞑目。爷爷，哎呀，爷爷，哎呀，老爷，你别这么瞪着我呀！我没抱过死人，老爷你别在我怀里去呀，老爷！老爷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小少爷，倒霉的观音不赖我，对不起。我求少爷，这是宝贝。救我爷爷呀！干什么呀你？爷爷，别叫！放开我！哎呀！别喊，小祖宗，别喊了，别喊了！他要是进来，我们俩都得死，知道吗？别叫！不许哭，可小事哭一点，不许出大事，控制啊！这儿有个洞，我可以爬出去。看看。我先出去看看。哎呀，卡住了，小少爷，快帮帮我！快点！我使劲呐！快一点，小少爷！怎么还数成数了？花姨，你就别再拦着我了，我必须要回去。今天要不是我发现的早，一路追过来，你现在早就被那些官兵抓起来了。亏你还长了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你瞎了？你没看见那么多官府的人都在那儿？你别忘了，你的真实身份要是被人发现了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现在可是戴罪之身，你知道吗？花姨，你都看到了，那么多官兵把书院给围住了，顾大人他一定会有危险的。我原本今天是想去看望他老人家的，可是没想到，天下想不到的事儿多了去了。当年我堂堂一个将军夫人，现在却成了醉月楼的老鸨。东陵书院出了事，你以为我不着急啊？你也看见了，这么多的官兵，就单凭你我两个人的力量，怎么能救得出书院那么多的人呢？弄不好，你我两条小命都得搭上啊！能救一个人是一个人，我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好，你杨冬晴不怕死，我赛花花也豁出去陪着你一块儿了。可你想清楚了，咱们要是这么一去的话，万一把身份给泄露了，那醉月楼肯定也跟着没了。这醉月楼没了，那些被魏忠贤残害的人可就少了一个藏身避祸的地儿了。可是花姨，我听我的话，先回醉月楼，商量好了再做决定。快点啊！你干嘛？快点！我屁股疼。你还屁股疼，脑袋都快掉了。
大侠，好帅呀，飘然而至，该不会砍人吧？腰上系的沉甸甸的，可是你家老爷留下的官印。崇拜啊，隔着布都能看出来，火眼金呢。留下官印，可饶孩子不死。饶他不死，那我呢？去死吧！住手！没事，少爷。真的是他！忍住啊！哎呦，疼死我了！你存心害我吗你？我怎么会存心害你呢？小少爷，我阉鸡、阉鸭、阉狗之后啊，每次都用这种草药给它服上，过2天就好了啊。什么？给畜生上的药？你把我当什么东西了？你不是东西。什么？不，你不是东西。不，你是不，你不是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就是我的小少爷。小少爷，为了你，我上刀山下油锅，什么都干。哎呀，不要说那么多了，我要你陪我回书院找我爷爷。哎呀，小哎，你这个人怎么不听主人的话呢？小少爷，要不要我现在就送你去阴曹地府见你爷爷呀？你们是什么人呀？啊，这打扮看不出来吗？山大王，要想活命，把钱留下。英雄，要钱真没有，要命就一条。那就拿命来！站住！流氓啊！站住！翰林大学士顾宪成，是顾大人。顾大人，你们认识我爷爷？马壮士，你赤胆忠心，保护少爷。兄弟大伙敬你，来，干！其实我保护小少爷，不是因为什么赤胆忠心，只是怕老爷变成厉鬼来找我。小少爷，你是忠良之后，我边哥绝不会为难你。其实，我们弟兄几个也是忠义之士。那你们怎么当土匪了呢？哎，小少爷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哥几个以前都是在朝廷里当差的，因为得罪了阉狗魏忠贤的党羽，被罢官流放。为了生活和不得已，才当起了土匪，拦路劫道。那你们也挺不容易的吧？有什么办法啊？为了表示心意，我愿意把我们攒下来的1点银子拿出来，孝敬2位当盘缠。拿去花吧。好，谢谢。您看喜欢哪把？这几把都一般。哦，我还有一把震天宝剑。小儿，过来帮忙。哎，好嘞。
慢点。您。客官，您看这把剑，不但可以防身，还可以辟邪。好剑。敢问这把剑叫什么剑？客官，这是我削梨用的水果刀。客官，您挑了这么多把剑，不知道你要买哪把剑呢？我想选爷爷。哎呀，你用什么剑？你买剑干嘛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越是功力不够，越要行头来凑，让人一看就像个大侠，要不然就被人欺负。耶！干嘛？小少爷，你看你这衣服太难看了，脏的呀，都破了。我等会儿出去看看，附近有没有卖衣服的，帮你买一身，换上。忠孝两全，这4个字你记清楚了吗？记清楚了，爷爷，我去玩了。哎，不行。要把这4个字再练10遍才可以出去。啊？怎么还练10遍呀？我昨天不是练了吗？怎么还练呀？那你昨天吃过饭，今天为什么还要吃饭？因为我饿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这个练字读书必须要专心。爷爷，我好想让你再抓着我的手，教我写字。如果你还能教我读书写字，我一定会乖乖的听话，认真学习，绝不再惹你生气了。爷爷，我真的好想你。客官，这是本店专酿的竹叶青，来一壶尝尝吧。我只喝自己带的酒。哎，等一下啊！见过这2个人没有？没有。没事。究竟是谁？殿不谢不散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！小少爷，看看野菜蘑菇汤，快来，趁热。干嘛呢？怎么了？饿晕了吧？快！我不饿，我想爷爷。哎呀，天哪！悬死我了！你这么小年纪，要经历这么多生死离别，确实难为你了。孩子，不想这些了啊！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，喝了它啊！你这什么呀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我告诉你啊，看这边，看到了吗？我刚刚采的野菜蘑菇汤，快喝！我不吃野菜汤，我要吃烧鸡烧鸭。还有，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儿啊？我要住客栈。小少爷，那个鸟人在到处追杀我们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在这儿大吃大喝，到处招摇，要被人发现，那不送死吗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吃烧鸡烧鸭。我爷爷说过，人呐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那是因为你身体里缺什么，才会想吃什么。我就要吃好吃的。
歪理邪说，想吃什么就说明肚子里缺什么呀？那狗吃屎，肚子里缺屎啊？鸟吃虫，肚子里缺虫啊？你别跟我说这些歪理了，哎呀，我不理你了。行了，小少爷，实在不行忍一忍，克服一下啊。没那么多钱，吃好的喝好的。那些好土匪不是给了我们好多钱吗？那钱得省着花呀。你真的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袁崇焕大将军啊？奇怪了，这么好喝的汤，难道你就不诱惑吗？你看，我这就想喝了。我保证，你喝了还想再喝。干什么呀你啊？浪费，好喝也不能这么喝呀！是不是呛到了？没呛着，你煮的汤太难喝了。胡说八道，绝对是胡说八道，肯定是胡说八道。我煮的汤怎么会难喝呢？你尝尝啊！我是想让你先喝，我再……那行。我没侮辱你吧？是的，太侮辱了我。年轻人，有胆识。刚才那个图纸是你的？不错，看来你的悟性挺高。我给你的信那么深奥，你都能看得懂。找我何事？好，快人快语。那我也不多废话了。江湖告急，想借你身上一物。江湖告急，想借我一物。剑在人在，你想借剑，死了这条心吧。我对你那把破剑没兴趣，我是对你那个有兴趣。荷包，原来你想打劫，聪明，那就得看你的本事了。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的。降龙18掌，嗨嗨嗨！金银白骨爪，嗨！我抓死你！想跟我动手，再多练几年吧。我没师傅教，我教你。好，手抬高，脚抬高，腰收紧，挺胸，收屁股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，你们两个见死不救啊！快出来救我呀！来了！兄弟，关键时候不会丢下你！臭小子，兄弟来了，你赶快出手救钱吧！救钱！一起上吧，省得我费事。好，呀！哎呀！呀！当家的，等等吧！大家饶命！别杀我们！别杀我们！你们这群酒囊饭袋，杀了你们！侮辱我的剑！大侠，请留步！怎么，还想挨打？我要拜你为师。是啊，滚开！师傅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让你走。我也不让。放开你们的手！我也不让师傅走。你就可怜我们吧。我们什么都没成功过，打劫更没成功过。你要是不收留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啊，师傅！师傅，住口！不许叫我师傅！那条活路。要我给你们条活路可以，起来回话。替我办件事。好，您尽管说，我就是赴汤蹈火，我也在所不辞。这两个人身上带着一枚铜制的官印，你们若能找到，赏银100两。这不是偷看我拉屎那俩吗？哎，少爷，看我这么走路，像不像个大剑侠？还大剑侠呢？我看你不像大剑侠，那像什么？像大贱人。
你怎么说话呢？哎，我肚子饿了，我要你给我买好吃的，我要吃那个。好，正好我也想吃一串。你怎么每次都跟我一块吃啊？有福同享，有串同吃嘛。走。那不是偷看我拉屎那俩人吗？张先生，你看对了吧？你这样吧，肯定没错。偷看人家拉屎，就是化成灰为敬。华少飞，你老说我们要去投靠大将军袁崇焕，那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不知道，但是我就知道一句话：皇天不负有心人。只要我们这样努下去，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见到严大将军。说得好，说得对，皇天是不负有心人，也终于让我这个有心人把你们给找到了。马少飞，我真的疼，他就是提着裤子跑的那个人，怎么办呢？他们这次来找你算账啊！偷看我拉屎，弄得我连裤子都没穿好就跑了。虽然你们这么做很不要脸，但是我不会跟你计较的。那你们拿着刀想干嘛？嘿嘿，你说呢？马少飞，我们是不是又遇上土匪了？几位大哥，从面相上看，你们像是土匪喽。好眼力，好眼力。哦，那既然是土匪，就一定是忠义之士喽。什么是忠义之士？夸你们，忠义之士。是我们是忠义之士，那就是自己人，让你们开开眼，看一眼东西。转。看，当家的，嘿，敢脱了裤子光着屁股冲着我们，当家的，羞辱咱们，羞辱咱们，劈了他！这招怎么不灵了？住手！不要逼得我拔剑了。古人云：1寸长，1寸强，1寸短，1寸险。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，还没我这把把儿长呢。要是识相，就赶紧给我滚开！大侠，你不要冲动。你看，咱们大家都是在江湖上混的，是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嘛，是吧？不要动不动就拔刀啊、拔剑的，是不是？对。你们也收起来，收起来。你看，我们都收起来了。算你们识相，告辞了。别，大侠，留步，请留步。这个事情呢是这个样子。好。我知道二位身上有个官印啊，要不然这样，出价卖给我怎么样？官印是我爷爷的，不卖。对。小兄弟啊，不卖就不卖啊，借给我看看总可以吧？不好，我爷爷的官印和我屁股上的烙痕一样，要看就看我屁股。谁看你臭屁股？好话我都跟你说了啊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我说狠了我！别碰我爷爷的东西！给我劈了他们！哎呀！那就让你们领教领教我的剑法。肩伤啊！站住！你买的不是震天剑吗？怎么变成水火刀了？奸商害人呢！这次真把我害死了！别跑！站住！官印可值100两银子，别让到嘴的鸭子给飞了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停！别跑啊！继续跑啊！不跑了！你们不要逼人太甚！谁逼你？我才没逼你呢！省得让人家说我一代大侠欺负一个小孩子和一个胖子。我呸！你还一代大侠？你看你长那个熊样，长得比我还肥呢你！少废话！只要你们
乖乖的把官印交给我，我就放你们一条活路。官印，好。你干嘛？是这个吧？给你。我价格给的，你赶紧跑啊！要它，别着急。小胖子还挺懂事儿。那是。哎，拿来拿来。我是小胖子是吧？哎，胖子没错，出来当土匪就不对了。我揍你！快跑！我打你！我打死你！把官印给我抢过来！哎把官印给我抢过来！快上门！用力！哎，小少爷，我来了！看够了吧？啊，想要这个吧？哎，傻呀，这儿呢！来，我走！小少爷，把你拖下去，扔到山下去！哎呀！脱裤子，快抓住他们！给我！马上问怎么办呢？快跳！走！马上快点救我呀！偷看别人拉屎还脱别人裤子，真不要脸！大家的，别哭了，你看，好在咱们得到官印了。马上问，怎么办呀？你快想想办法呀！这怎么办呢？我哪办过这事儿啊？我也没办法呀。你一定要想想办法，我快撑不住了。这个裤子好像不结实。小少爷，有办法了，我努一下，撒手。啊！不是你撒手，是我撒手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混账！您骂我干嘛呀？这不就是您要的那个官印吗？是我要的官印，但是你看看，都变什么样了？哎呀，这意外啊，真是意外，纯属意外。哎呦，真不好意思了，师傅，一不小心给砍坏了。是你砍的？就算是我吧。可是师傅，这字儿坏了，可这印还完好损呢。官印上的图文已经无法辨识了，对我来说，只不过是块废铁。师傅，那我那个赔2文银的赏钱，还敢提赏银？毁了官印，拿命来赔！除非你给我一个满意的理由。理由？我哪有理由啊？我的剑很快，你不会感觉到痛苦的。别！师傅，你不能杀我呀！一日师徒百人呢，再加上您徒弟我是那么可爱，对您又是那么孝敬，您不能杀我呀！不能杀我！我爷爷的官印和我屁股上的烙痕一样，要看就看我的屁股吧。我有理由了，师傅，我这个理由您一定满意。说。官印虽然被毁了，可是我知道有一个孩子，他屁股上的烙痕跟这个官印上的图文那是一模一样啊！什么？您要是杀了我，那您就永远都找不到那孩子的下落。
那孩子是谁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但是师傅，只有我能认得他呀，只有我能帮你把这个孩子给找出来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师傅，我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我也不敢骗您呢。师傅，您就算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，好不好？一定让你满意。好，我再给你7天的时间，要是找不到孩子，拿头来换。好。有消息，到客栈找我。让开！好，好，国主千岁，千岁，千岁。好，好，平身，平身。谢9千岁。如真啊，本座一到江南，你就为本座献上这么大的一份礼，不但为本座造了一座这么大的生祠，而且还把本座的雕像雕刻得惟妙惟肖。哎呀，只可惜呀，本座只是个人，不是神呐。启禀9千岁，在卑职的心目当中，您就是神，所以卑职造了这座生祠，还知会了江南各州、各府、各县的巡抚、知州、县令，为您建造生祠，供天下百姓膜拜。如真啊，你可真有心呐！这是卑职的真情实意。可惜呀，空有生祠，却不见祭品呐。卑职已经准备好了生礼，作为9千岁的祭品。哦，献祭，起！好啊，好，是东林党人献成的脑袋。哎呀，这个贡品太有意思了，本座喜欢，本座喜欢。别动！给我让开！9千岁，谁敢动一动，老子就让这阉狗人头落地！放我们走！都给我退下！退下！反贼，放了我义父。红影，叶红影，神机营杀手，放了我义父，我给你留条活路。你当我是3岁小孩？笑话！放了他，那我的弟兄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你要怎样才相信？哼，除非你自断双臂。啊，怕了吧？只要你断了双臂，我才相信可以活着离开这里。要不然，我就让这老贼给我陪葬垫背。考虑清楚了，赶紧决定啊！不用考虑，我答应自断双臂。那就快动手啊！老子可没那么多耐心。红影，火影哥哥，我不许你断了双臂！让开！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，我们还可以想其他的办法。我叫你让开！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你的，就是自断双臂不可以。你们俩吵够了没有？老子可没有那么多耐性。
今天多悬！幸亏我抓住了悬崖上那个树藤，要不然咱俩全摔死了。哎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就叫吉人自有天相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我爷爷是个好人，老天一定不会让我爷爷绝了后，会保佑我的。对，这次你是沾了我的光，你得感谢我。我一直沾你的光。哎，小少爷，你看，那么多人干什么呢？对啊，咱们也过去看看。啊，哎，让一让，看一下啊。这两个。哎，那小哥有点像你。那大哥哥有点像你。比我难看多了。什么呀，比你好看多了。这不就是咱们两个吗？快点，我别让别人看见。这儿怎么到处都是人呢？这啊，你急干嘛？这儿怎么有个洞啊？真是个洞！快点，进去，你躲再说。快！好词，真好。既然娘子这么喜欢我的词，是不是该报答我呀？都老夫老妻了，还要人家报答？那这样好了，我赛花花呢就发誓，生是你熊家的人，死是你熊家的鬼。而且，一生一世你是我第一个男人，也是我唯一的男人，也是我最后一个男人。干嘛跟着我？该干嘛干嘛去！哎呀，你干嘛那么急不着急就看不着了？你们没听说过，最有柔丽的冬青姑娘跳舞的时候，那可是太迷人了。哎，当家的，你忘了3天之后就是你死去娘子的忌日，你这个时候你合适吗？我死去的娘子啊，那可是个明白人。可是当家的，你还答应过大小姐，你忘了？你说3天以后我肯定赶回黑风堂去祭拜你娘，你忘了？你现在着什么急呀？你刚才不也说了？这3天以后才是忌日呢。当家的，你看，要不然你带我们哥俩也进去见识见识啊？我说兄弟，你以为这是好事啊？见识那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哎，不光是花钱就完了，那玩意儿伤感情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看就别去了。这种事儿让老大我进去吃亏就可以了。哎，我呢？先进去见识见识，完了以后呢，我呀再告诉你们俩是怎么回事。哎，你们俩呀就间接体验一下这种感觉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先进去了啊！哎呦，这当家的太不长眼了。好啊，既然你对我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们对你不义啦。
呀，哎呀，干嘛呀你？没看见。哦，哎，你看，前面有光，这什么地儿啊？看，走。哎呦，我天，这什么地方这是？看什么呢你？干什么呀你？出来吧。我知道你们躲在哪里。就是你吧？对不起啊，我们俩也我们不是故意不知道怎的。么就走到这儿来了。你们就是故意的，这也不能怪你们。爱看美女，这是男人天性。谁叫我天生丽质，连洗个澡都能惹来狂风浪蝶。我们其实也没看太清楚，我们就走吧。哎，快！我怎么不能动我也动不了了。想跑啊？你们已经被我点住了穴道。啊，坏了！这要是在江湖上传出去，我们偷看洗澡被人点穴了，那以后还怎么做人呢？没法混了是吧？行啊，那我就成全你们去做鬼。你这是黑店啊！我把钱给你行不行啊？谁要你们的钱？我只要你们的命。慢着，留住活口。冬晴，这两个人来路不明，很是可疑，而且他们发现了密道。万一他们是官府派来的人，不杀只怕会留下后患。我看他们两个，一个胖的，一个小的，应该不会是官府派来的吧？明眼人一看他俩，肯定不会认为他俩是官府派来的人。但是不能就因为他俩不像官府的人，咱们就掉以轻心啊！万一他们是被官府收买派来的走狗呢？花姨，那你打算怎么处置啊？我看倒不如利用这次机会，好好的严刑逼问他们，趁机问出来，官府到底把你爹杨连杨大人，还有其他忠义之士都关在哪里？严刑逼问？对，严刑逼问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啊，我可最拿手了。我可以把他们的指甲啪啪给拔了，然后再拿烧红的铁块往他们身上噼噼这么一烫，嘿，那很过瘾的。花姨，那肯定很疼吧？那是当然了，还有更疼的呢。还有更疼的呢？对啊，如果啊把他们身上的皮都给扒掉，然后抹点盐，再抹点辣椒面，看他们那痛苦、挣扎、生不如死的表情，那才叫更过瘾呢。大姐，怎么听你们说这话像是在烤肉啊？但是火不能太大啊！我说两位姑娘，你们怎么这样啊？怎么这么心狠手毒啊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，你再不老实交代，我就大刑伺候了。要不然你这样吧，你解开我穴道，我给你跪下，求你饶命，行不行啊？马小飞，你怎么能给这个人下跪了呢？我爷爷说过，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不能给这个老女人下跪啊！耶，你这个小兔崽子，你说我老，我哪里老了？我最恨人家说我老了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疼啊！我屁股的伤还没好呢，别疼！哎，怎么流血了？我只轻轻的打了一下嘛。这是不是受伤了？快看看，有刺哎！干嘛脱我裤子？不要脸，男女授受不亲都不知道。翰林大学士顾县城，哎，你是顾大人的官印。小顾啊，你怎么跟我家死鬼一样，这么一声不响就嗝屁了呢？哎呦，疼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我说你干什么呢？
你轻点行不行啊？你以为修我的屁股呢？你看看这细皮嫩肉的，会不会啊？不会靠别人我来。去，一边待着去。会生会养才是真女人呢。你一个大男人，凑什么热闹啊？都饿了吧？我叫厨房准备了一些吃的。哎呀，我们真是饿了。来，小少爷。哟，宝贝儿，慢点啊。谢谢花姨。可是花姨，我又不认识你，干嘛老叫我宝贝儿啊？你刚才不还叫我小顾吗？花姨喊的小顾啊，不是你，而是你爷爷顾县城大学士。你们认识我爷爷？何止是认识，而且还有很深厚的交情。花姨原本是熊廷弼将军的第13房姨太太。既然花姨认识我爷爷，还叫我爷爷是小顾，那论辈分，我应该叫你花奶奶。哎，别把我叫老了，你还是跟别人一样，就叫花姨好了。小孩子不懂事儿，你叫花姨就行，我叫她花奶奶。切，不，那花姨，对不起啊，花姨，我有一事不明，你既然是将军的夫人，为什么不骑马打仗，要在这儿呢？当年我家那死鬼也算是东林党人，被魏忠贤栽赃嫁祸，以贪污罪名抄了家。在混乱之中，我藏了一些值钱的东西，我就用这些东西开了这家醉月楼。其实我真正的目的，是想用这醉月楼来做掩护，方便接应那些被魏忠贤迫害的忠义之士。熊将军早已不幸，冤死狱中。原来花姨跟我一样可怜。那姐姐，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可怜呢？我家父杨林原本在朝为官，就因为他也是东林党人，所以遭到魏忠贤的陷害，告老还乡，竟遭入狱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哎呀，真是不说不知道。原本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倒霉、最可怜的人，没想到你们3个还不如我呢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找到袁崇焕大将军，我一定替你们讨回公道。什么？你们要走？对啊，老太爷临终前托付过我，让我带着小少爷去投靠袁崇焕将军，所以明天一早我就要带着小少爷离开无锡，找袁大将军。哎，不行，你知道袁大将军人在哪里吗？不知道。大将军远在辽东。我没去过，离我们江南有几千里远。你放心吧，花姨不是不让你带着人怨去找袁大将军，只不过不是现在。前段时间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。你们只要安心待在醉月楼，相信啊，过不了多久，自然会有人来接应你们的。那怎么行呢？我们2个大男人得养活自己，不能在这儿白吃白喝。哎呀！小宝贝儿，你就放心好了，别跟花姨客气啊。就是小少爷，既然人家这么盛情，那咱们就别客气了。我觉得这儿挺好的，花花绿绿的，咱们连吃带喝的住上一段时间啊。你想得美！你当然得自食其力了。我醉月楼可是从来不养闲人的，你既不识字，又不会武功。你放心好了，太难的活我绝对不会找你的，我都已经想好了。一定会安排最适合你的事。什么事啊？看这儿，龟奴。龟奴。你们说的是真的？我那个不孝的爹，竟敢跑去找女人狂欢！哎，大小姐，平常你是怎么对我们兄弟的啊？那是有情有义，义薄云天，天选，反正就是好。我们能骗你吗？我们骗你还叫人吗？我和张牙是马上跑回来向你禀报这件事情的啊！大小姐，这当家的你真得好好管管他，他太过分了。他明知道过2天就是你娘的忌日了，他还尽往那种不三不四的地方跑啊！哎，他这良心让狗给吃了，吃没了都，全吃了，一点良心都没有啊！那狗吃的，
好，你我可以骂我爹，你们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听见了没有？爹敢对不起我娘，一定饶不了他。我一定把那个不孝的爹给抓回来，在我娘牌位面前磕头认罪。磕头认罪。他要敢说个不字，我就让他像这张桌子。差不多了吧？这汤再这么洗就成老鸭汤了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脚趾头再这么搓下去就分瓣了，成6个了。你才6个脚趾头，你们全家都6个脚趾头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去，下去。刚洗完就翻脸。去呀！饺子。都是亲生父母养的，凭什么他们在这玩呢？我给别人洗脚啊！哎，谁呀？怀疑。这要怪啊，就怪你上辈子没烧好香，投胎啊没投到富人家，认命吧。怀疑。干什么用啊？抹地呀，还有把你那脸给我擦干净了，别吓到客人。鬼奴还得抹地。这醉月楼啊，我说了算，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赶紧的把里里外外给我打扫干净，别耽误我开门做生意。抹地。什么？抹地。我擦！9千岁，这味药材西医是卑职专门孝敬您的，服用后保证让你气血通畅，延年益寿啊！哼，这可真是稀奇呀，连蜥蜴也能够入药了。这是生长在云南的蜥蜴，他小的时候是要伏在爹娘身上长大的，爹娘对他疼爱有加，出去给他觅食。哎，结果到了冬天没有食物了，你猜怎么样？这个饿了的孩子竟然回过头来把自己的爹娘咬死，吃掉。你含沙射影，话中有话，是不是又想在本座面前搬弄什么呀？哎呀，卑职不敢。哼，你还不敢？本座知道你对红影不服，但是本座也再三言明，不希望自家人闹什么内讧。你居然还以这味中药为名借题发挥，说穿了，你就是容不下红影。莫非是把本座的话当成了耳旁风了？9千岁金科玉律，卑职怎敢淡忘一句？只是什么？只是卑职为9千岁多操了点心而已。哼，那你倒是说说，本座有什么可让你操心的？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。9千岁，您对叶千户那是宠信有加，可就不知道叶千户对9千岁是不是以真心换真心呢？哼，那是当然。红影把我亦是当成亲生爹看待，本座几次遇险，都因为有他才能够化险为夷。上次在生死里，他为救本座，还情愿自断双臂。可是最终他还是保住了双臂，而且他还要放走那帮反贼。9千岁，难道为此你就没有起过疑心吗？毕竟他是你的义子，不是亲生儿子。大胆！9千岁息怒。卑职只是希望9千岁得以证实，叶千户对9千岁到底是不是真心实意呀？好，那本座就给你这次机会。不过，我们要怎样做，才能试出红影的真心呢？9千岁放心，卑职已经有一条妙计。花姨，
你看那么多好吃的呢，叫马上飞也来吃吧。那怎么行呢？这不坏了我醉月楼的规矩吗？咱啊得尊卑有别，主子跟奴才怎么能同桌吃饭呢？可是，他是我朋友啊。什么朋友不朋友的，他就是个下人，你可是东林书院的小少爷，别失了身份哦。快吃啊！九千岁，这佛堂可是卑职专门为您盖的。为了我？啊？本座是那种只顾自己享受、剥削民脂民膏的人吗？九千岁息怒，卑职听说您在闲暇之余有参禅打坐、为百姓祈福的习惯，所以本府就找来了最好的工匠，打造了这座静雅的佛堂，还望九千岁能满意。如真啊，你真是有心了。那本座就领了你这份情。这段时间，为了东林反贼的事啊，闹得本座那是寝食难安呐，是该好好放松一下，大禅静思静思了。九千岁所言甚是。叶千户，不妨也进佛堂陪陪九千岁啊。我从不信鬼神。哎，颖儿，你就多陪陪义父吧。我还有好些话要单独跟你说呢。既然九千岁都这么说了，千户就不要辜负了九千岁的这番心意吧。那孩儿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九千岁，请。好。叶千户留步，你要把剑留下。我的剑从不离身。佛堂乃清净之地，你的剑杀气太重，还是留下来让本府替你保管吧。难道你还信不过本府吗？这碗牛肉给你吃吧。不用，我这有红辣椒就够了。你天天干那么多体力活儿，光吃辣椒还有白米饭，身体哪里吃得消啊？哎呀，谢谢冬青姑娘关心我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彼此帮忙应该的。对，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啊。可是我要吃肉，贝华一知道跟我急。你就放心吧，今天的肉做多了，你吃啊，大伙看不出来的。对啊，这么多肉扔了多可惜啊！我先走了。好。天涯沦落人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对我这么好，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这些年，你报效朝廷，鞠躬尽瘁，对本座忠心不二，辛苦你了。这都是孩儿应该做的。义父曾经教导孩儿，要做一个大忠大孝之人。这句话，孩儿一直铭记在心。好儿子，我一直想送你一样东西，来回报你对我的孝心。这样吧，这枚玉扳指，为父就送给你了。义父，孩儿愧不敢当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啊！在我还没有进宫当差之前，也喜欢过一个女孩子，想把我这枚家传的玉扳指送给她当定情的信。可是，对方家里嫌我穷，不但不领情，还叫人把我毒打了一顿。从此之后，我便进了宫，净了身。这枚玉扳指也就一直跟着我，只是我再也没有机会把它送给我喜欢的人。
孩儿不敢收下如此重礼，还请义父收回扳指。收下吧。俗话说得好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所谓成家立业，一个男人得先成了家，才立得了业。红英啊，不知你现在是否已有了心仪的对象啊？如今反贼猖狂，东林党余孽尚未除尽，孩儿无心谈论男女之情。哎，这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为父可不希望你因公废私，把自己的终身大事给耽误了。你从小就没有了父母，既然是我的义子，那就让为父替你做主吧。你与方宗从小青梅竹马，又是本座最疼爱的一双子女。倘若你们能够亲上加亲，那可真是了却了本座的一桩心事啊。可是义父，我知道你对方宗只有兄妹之情，并谈不上男女之爱。可是，毕竟你俩才是本座最贴心、最信任的人。燕儿，我都已经是半截身子埋进黄土的人了，难道你就不能成全为父的这桩心愿吗？义父，那我明天就去问问方宗他的意思。来，为父先给你戴上。义父小心！让义父受惊了。红英，你没事吧？不碍事。来人！义父，义父，你先回行馆休息，这里的事交给孩儿来办。好吧。叶家伙，我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您的东西？哦，您的剑，本府替您保管好了，拿回去吧。我要拿回的不只是我的剑，不只是剑，那还有什么？交代。你干什么？你不明白？你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刺客。刺客？啊，那9000岁大人呢？刺客想杀的是我，而不是我义父。哎呀，叶千户，你越说我是越糊涂，这事怎么没人向我禀报呢？你的人都死了，当然没人向你禀报了。哎呀，叶千户，你越说我是越糊涂啊。其实你明白得很，我不杀你，是不想让义父看见你我同室操戈，伤了他老人家的心，我就暂留你一条狗命。如果胆敢再有下次，我就拿你的人头祭我的剑。